各位线顶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这时，咱要开始今仔日的敬拜，请奏乐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犹阁着惊啥人？上主是我活命的气力，我犹豫着惊啥人？我深信，我地的人会当得到上主的恩惠，一定袂绝望。着听候上主，着勇壮，你的心着坚固，确实着信靠上主。三甲来吟诗，圣诗42首，圣诗42首，请来耶稣愿所仰望。起立吟全首。请来耶稣愿所仰望，求主名得到自由。暂愿脱离一切压迫，活命对你的保守。老头帮受咱的同胞，就因出无安平安。你会听予我的确信，会明白人生目的。请来耶稣你做作伴，予世界的心创造，予万国拢的心活命，正邪恶归顺真道，求你开光明的将来。人生高标久目前，拄起一切人类悲伤，行遐中毋忘记先。这是阮犹原徛地，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。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入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共的教会，圣道的上通，罪赦免。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，阿免。这是咱三甲来启用，启用文45篇，启用文45篇，也是以赛亚书40章。咱要用交托方式，三甲来读。
即圣者问：恁有甚物人亲像我？有啥物人通甲我比？恁举目看天，啥物人创造这的天？是上主，伊调集万军，算因的少业。伊一个一个点因的名，因为伊有大气力，有大权能。无一个无来。雅各啊，你是安怎怨叹讲？上主无看到我的困境。以色列啊，你是安怎埋怨讲？上帝无关心我的所愿。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？你敢毋捌听见伊是全地的创造主？伊袂野，也袂善。伊的智慧我都了解。野善的人，伊互因有怨气；软正的人，软弱的人，伊甲因加添气力。少年人拢会野善，勇壮的人嘛会跋倒。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气力。伊会亲像鹰鸟，天色飞悬。因行袂野，走袂善。请咱同心三甲来祈祷。万权能的天父，创造宇宙的主，阮感谢你。虽然台湾目前的疫情严肃，阮感谢你通过网络，互阮游玩会通伫线顶来到你的面前，听你的话语。阮满心感谢。自阮看起这一波台湾拄着的疫情，毋若隔断人甲人原本的关系、原本的信任，也造成经济的损失。社会上各行各业受极大的影响，甚至带来侪侪家庭的死失。惊吓嘛造成第一线医疗人员真大的工作压力。这是阮过去毋捌拄到的境遇，挑战人类过去的生活、阮的智慧、科技甲价值观。虽然伫这无充满不安、无确定的世代，阮犹原要恳求赐平安的主，时落慈悲加忍耐。人民赦免人类的自高甲骄傲，因为阮相信，主你的道路远过人类的道路，你的意念远过人类的意念。多谢肉体主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通进入主的疼痛稳定中，帮助阮甲阮所疼的亲人。因为这边的疫情的影响，互阮重新学习三听的功课。你的稳定，互阮通重新三思主的教示，互阮学晓听厝边、听社区、听环境的道理。恳求主用平安的真道来保守阮的教会，甲阮所听的兄弟姊妹，阮的肢体。无离开基督丰盛的性命。这时，阮要来到主的宝座前，求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。虽然伫线顶，要求阮要通过吴牧师签名你的话语甲教示，来成就阮日常生活的帮助。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免。三甲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8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至18节，和本的圣经是第292页，汉语本第235页。现着我来读。上帝话讲。兄弟啊，论到得困的人，阮毋爱恁毋知，免得恁忧闷亲像遐个无仰望的人一样。
因为咱若信耶稣有死有搁活，就属耶稣来困的人，上帝也要安尼带因甲耶稣三甲来15节。因为阮奉主的命令，用即个甲恁讲，就是主搁来的时，咱才会要活地的人，袂为大声遐个得困的人，因为主要本身对天落来，有大吼叫，有至大天使的声，也有上帝的哨角，就遐个属基督已经死的人，要大声起来。后来，咱要活地的人，要甲因受接纳伫云内，入空中迎之主，安尼。咱就永远甲主三甲伫地，所以就用这个话三安慰，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。这时要请吴夫人牧师来正道，正道的主题是爱有愿望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愿上帝恩典，甲咱做伙伫地，不管咱伫倒位，咱来相信上帝。伊的恩典要甲咱做伙伫地，因为安尼，咱确实爱活出有愿望的人生。当愿上帝帮咱扶持，互咱真正伫伊的听内底，领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赏赐带领。阮相信你创造阮的性命，阮的肉体。阮也相信，你赏赐听阮的人就围绕伫阮的身躯边。阮更较相信，你听阮，你爱阮，正做你的囝。因为安尼，求上帝特别扶持，甲阮做伙伫地。不管阮是伫倒位，什么时阵听到上帝你对阮的声音、命令的声音，阮就出声回应你。求上帝帮咱扶持引带，开阮的耳孔，听见。伫早起时，你要按阮所讲的话语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主后2016年11月底，有一个报纸有一个新闻，互真侪人拢感觉真着惊，因为有一个真出名诶，伫电视顶头专门咧当亲像用星座咧算命的星座专家，伊的艺名叫做薇薇安小姐。伫伊拄好是青壮年43岁的时阵，做电视也真兴旺的时，就得着癌症。来过身，因为安尼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拄咧对咱讲这项代志，人真侪人真够算，总是人算不如上帝算，就亲像号称更较厉害的算命先，更较厉害的星座专家，甚至现在真侪媒体有封做国师的这个星象学的专家，因会当算准，亲像会当算准别人的运势、甲命运，总是因到尾嘛无法度掌握家己性命的长或是短。死亡时常是人惊吓甲烦恼的来源。我相信大家拢知影明白，咱家己，咱这个人性命有限，总是咱确实毋知咱通活偌久。伫台湾有真侪特别的建筑物，亲像病院、亲像旅馆，拢无4楼，所以坐电梯入去。到3楼，落去跳落迄楼叫做5楼。
是安怎会安呢？因为原因真简单，台语是甲死听起来真类似。这就亲像真奇怪的阿 Q 的心态。我若无听到、无看到，甚至连共音我嘛无想要听到，那安尼，这项代志就会来吗？死就会临到咱的身躯边，以及咱这个人的身躯顶头吗？就亲像真侪人真关心最近这场疫情，已经连续10几天，台湾每一天因为这场瘟疫死亡的人数，拢20几人、30几人。互人更加烦恼的是，亲像有真侪患者，伊家己有病，总是家己毋知，甚至是伫真短的时间就发病，查无原因来源，甚至伫伊危急喘袂过气的时，伊袂赴来到病院，就伫厝里，甚至就伫迄条路顶头来过身。当咱看到这个消息，读到这个新闻，咱的心内底嘛会感觉惊吓，嘛会感觉不安，因为安尼，伫这款集体不安、惊吓的时局内底，咱更较需要的是真实的平安甲信靠。就亲像今仔日咱所读到的这条批，咱所读到的这条批，就是保罗写予遐个失去5万的人的一条批，因活伫惊吓内底，因为对死亡的惊吓，毋单是现在的咱，初代教会的兄弟姊妹也同款，因拢活伫同款的惊吓内底。伫保罗写予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张批内底，圣经学者咧对咱讲，今仔日咱所读到的这段，真有可能是保罗写这张批主要的原因之一。保罗伫这张批一开始，伊就帖撒罗尼迦教会这间教会兄弟姊妹请安，伊安尼写，伊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3节，请 PowerPoint 会当落去吼。保罗安尼写：伫上帝咱的爸面前，常常笑脸恁有信就惊罪，有忍耐就着活，有毋望咱的主耶稣基督就吞论。那读了较幼的读者就知，就会发现，伫遮甲保罗真习惯用信、毋望、仁爱的顺序无啥共款。保罗照圣经学者的讲法，保罗应该是真特别，将毋望放伫上尾。到第3章，当提摩太带真好的消息，就是关系帖撒罗尼迦教会兄弟姊妹现在真好的消息转来的时阵，保罗安尼讲：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第6节，总是当提摩太对恁遐来到阮遮，将恁的信甲听的好消息报阮知。那读到有的读者就会发现，这太减毋望啊！这太减毋望啊！减写毋望是保罗袂记实吗？保罗搁一遍学了因伫困境内底有信有听，总是伊却无提到毋望，提起毋望。所以真侪学者拢认为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第6节，这是保罗的伏笔。所以伫即群信徒内底，因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因伫倒位是安怎会失去毋望？
所以检采咱会当对保罗的回应内底，读到一点仔的线索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3节，保罗是安尼开始这段写作。伊讲：兄弟啊，论到得困的人，阮唔爱恁唔知，免得恁忧闷，亲像遐个无五望的人一样。伫当时犹太甲希腊、罗马的文化内底，用困来表示人死，这是一种当时习惯的用法。得困的人原文是复数，意思是保罗咧对因讲，请恁唔通为着遐个已经死亡的亲人，也是信徒忧闷。恁爱会记实，恁是有主耶稣搁活五望的人，唔通活了亲像遐个无五望的人一样。保罗当然伫这个所在用困来表示死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其实这嘛咧帮助咱，咱爱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死亡。人的死无需要惊吓忧闷，因为基督徒看死亡，唔是结束，是另外一个开始。因为安尼14节，保罗搁线落去讲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4节，保罗讲：因为咱若信耶稣有死有搁活，就属耶稣来困的人，上帝也要安尼带因甲耶稣相结来。基督徒上大的五望是啥物货？基督徒上大的五望是人死，搁那困去，然后这个人烦恼的是啥？烦恼的是遐个已经死的人，啥物时阵会醒来？保罗对因讲，就是当主耶稣搁来时，这个人会醒来。意大利巴洛克时期的画家卡拉瓦乔，伊伫主后1601年捌画一幅图，这幅图名叫做《伊马乌斯暗顿》，伊用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来画耶稣。咱爱知影，伫过去，伫真久长的艺术史内底，艺术的历史内底，画耶稣拢有固定的形，所以人若看迄幅图，真容易就看出哦，迄伊是咧画耶稣。总是卡拉瓦乔画这幅图，咱若上网络去看，咱就会当看到，你根本认袂出。倒一个人是耶稣？伊用这种非传统的方式来画耶稣，表达出当门徒行伫往伊马乌斯的这条路上所拄到的这个车份的人，画家真精准来描画，当因做伙用暗顿，然后。主耶稣用足声的手势甲动作，门徒突然间认出，是主诶！迄个中间，虽然是一个静态的画面，总是充满想象甲动态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拄拄咧问咱。请问主耶稣会搁活，到底带互你甲我是啥物货？每一礼拜，咱称这日叫做主日；每一年，咱伫各活节的时阵来庆祝。实际上，咱每一遍的礼拜敬拜，其实拢是一个庆祝。那安尼，请问咱咧庆祝啥物货？其实，
咱咧庆祝咱这个人互国外主所拯救，咱咧庆祝咱这个人有一个新生命的盼望甲眼界，是国外主一开始检采亲像一个青训的人，总是伊要挽救咱、安慰咱，甲咱做伙伫地，直到咱认出伊。迄时，咱就会亲像这两个门徒同款，这两个学生同款。路加福音24章第32节，安尼讲，因就三甲讲，路人，伊甲咱讲话，开听圣经的时，咱的心减无热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假使咱若看重咱家己本身的忧伤甲艰苦，假使咱若互这个世界拖咧乱踅，拖咧弄，咱逐工看到新闻，咱就会烦恼，咱就会艰苦。亲爱兄弟姊妹啊，假使咱若只有看到这个，那安尼只是亲像这两位行伫以马忤斯的门徒，只专心看家己的忧伤甲艰苦，就亲像遐个无盼望的人同款。因看困去的人亲像死去，咱却看死去的人亲像在困同款。所以，咱爱知影，并且咱搁爱知影一项代志：遐个伫主内底得困的人，因已经享受到真正的安息。迄就是伫主内底人所会当得到上大的平安。因为安尼，毋免搁烦恼，主搁来时。遐已经得困的人，遐信徒伫倒位？因是毋是有法度及时醒来，甲主相见面？保罗刷落去安尼讲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4章15节。假使咱若愿意，嘛会当甲我做伙读，因为阮奉主的命令，用这个甲恁讲，就是主搁来时。咱这要活地的人，袂为大声遐个得困的人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咱这群要活的人，伫还未听见主搁来的进前，已经先将遐个得困的人叫醒啊！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6节。刷落去，保罗搁安尼讲，因为主要本身对天落来，有大吼叫，心有至大天使的声，要上帝扫角，就遐个属基督已经死的人，要大声起来。保罗伫遮所讲的大天使，其实指的是米迦勒。米迦勒。伫圣经内底出现伫但以理书12章第1节，以及启示录12章第7节。这两位的圣经拢在讲什么话？这两位的圣经拢在讲，当主搁来时，天使长米迦勒会出现，并且起来甲这个对着伊的征战。所以保罗是安尼讲。迄时，上帝使者为命令，这个有大吼叫、有至大天使声，其实迄个大吼叫原文的意思就是命令。所以，米迦勒来，伊要命令，出命令，上时号角、哨角要响。伫古早的时阵，哨角响起来的时阵，是要请唤起大家注意，假使对得来，哨角响，就是叫醒大家做伙来抵抗。常常也是伫宗教节期的时阵，哨角会响，是要提醒咱大家做伙来做礼拜。就亲像有一回，我去原住民的部落，
伫主日的清早，福牧师用迄个广播器叫醒共款。保罗伫遮所讲的，就有可能是先知以赛亚书27章12节到13节的迄款的场面。照先知的预言，当上帝的日来时，伊要招住遐已经灭亡、已经被拆礼赶散的百姓，做伙转来到耶路撒冷的迄款的画面。这就亲像一群妇人人，伫主日的早起去到墓地，因想要找主耶稣的身体，好好大埋葬。总是因所找到的，就是一句话，就是伊无伫遮。因找到的是一座空空的墓地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因所搁拄到的耶稣，无过是一个死去的朋友，是一个活地的青云人。这上时也咧对咱讲，伫基督内底来死的人，搁活的时所要发生的代志，无论是路加或是约翰，拢咧伫因的经验内底，拢咧对咱讲一项代志。甲搁活的主相见面，拢是对一个青云人开始。死亡也亲像安尼，因为死亡是一个咱袂捌去过、袂捌经历的迄款的情景。因为安尼，咱会感觉青云，咱会感觉惊吓、烦恼。总是假使咱也知，虽然人的性命、肉体性命有尽头，总是迄位咱珍惜的青云人，伊会来到这条路上，雕工甲咱拄着，雕工要来帮助咱重新认捌伊，真正认得伊，然后对咱的心内底喊话讲是主。也毋望咱透过死亡这个陷阱来认出伊，伊是国我的主，伊是永生永活上帝的囝，伊是甲咱做伙伫地以马内利的上帝。只有安尼，咱才会当亲像保罗同款，有把握安尼讲，就遐个属基督已经死的人，要大声起来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属基督，才有真正的毋望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7节，刷落来，咱搁读到这段话。保罗安尼写：后来咱要活地的人，要甲因受接纳伫坟内，入空中领祭主，安尼，咱就永远甲主相甲伫地。经文中受接纳，另外一个翻译和合本的翻译叫做被提，历来都有真侪讨论。时代主义者甚至发展做有一个受接纳，或是被提的神学。实际上，这句话这字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受夺去、受抢走。所以，伫希腊罗马的文献内底，提到这字是咧讲人互死亡所掠去，人互死亡所掠去。总是保罗雕工反转这种当时的用法，伊咧对咱讲，咱生命的终局，毋是互死亡夺走咱的生命，咱是互主耶稣基督所掠去。伊要将咱带离，抱伫伊的形情，是为着伫基督降临的时，甲伊伫空中搁再见面。实际上，这个
搁再见面入空中，搁再见面领祭主，这字历来也有真侪讨论。传统的讲法是，当主耶稣基督搁来时，信徒甲伊伫空中领旨意伫空中，是为着要甲伊做伙来审判世界。实际上，近代的圣经学者咧对咱讲，伫遮保罗只是用希腊罗马文化内底迄种出城领旨的迄款的印象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当时若大将军要入城，城内的遮百姓就爱出城去领旨将军。那安尼，今仔日主耶稣对天人来，伊毋是对迄个地人来，伊是对天人来，所以咱是去空中领旨意落来这个地上，做伙来伫这个地上掌管审判。甲主三个地地，这是对咱逐工互死亡的阴影所辱的人。所辱的咱，一个上大的毋望。今仔日台湾社会，亲像有一个集体的烦恼，亲像得到一场病共款。逐工下晡2点，咱拍开电视，咱就专心去看。今仔日阁有偌侪人得到病，今仔日阁有偌侪人死亡。咱逐工互 COVID-19 的疫情辱咧走。是毋对，咱真正爱需要减少无必要的接触，咱爱学习有智慧的生活。总是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看死无遐尼惊吓的时阵，咱就知咱爱活出一个有愿望的人生，咱就无需要过头烦恼，因为咱明白一项代志。咱活的每一天，拢是上帝所赐予咱的礼物。特别这个疫情，事实上某一个部分，检测也是上帝在提醒咱，爱珍惜每一遍咱呼吸的时，每一口的呼吸，拢是上帝的恩典。当咱咧喘气，因为这个病情，就是互人无法度喘气。所以，当咱咧喘气的时，检测咱会当透过喘气来向上帝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感谢你赏赐我有活命，感谢你赏赐我有恩典，学习争取活出有愿望的人生。这才是基督徒甲教会伫这个世代应该有的款式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爱怎样活出有愿望的款式呢？主后1999年，台湾发生一个真大的代志，就是921的大地震。当时大地震主要的所在是伫南投，南投县死伤的人真多，南投县内底有几个乡受创伤真严重，死失也真多。其中有一个乡叫做中寮乡，也伫内底。中寮教会是当时当地无全岛的建筑物之一。咱爱知影，迄个大地震之的大，相信到达现在，侪人阁有印象。因为啊呢，迄个中寮乡伫迄个上中央的所在，是教会教堂有损伤，总是伊是几间无全岛的建筑物之一。当时真侪乡民因为因的亲人过身，因厝内底甚至因的厝拢倒了，所以无所在通放家己亲人的棺材，所以因就来问教会讲。是毋是会当将因的棺材、因所疼亲人的棺材，照放伫教会礼拜堂？
当时的教会，中了基督长老教会、教会小会、中执会，这干部开会决定了后，因就决定接受这乡民的请求。伫当时，逐摆留这乡民早因兜因所听的人的观察，来照放伫礼拜堂的时，就是因请民间的道士、礼仪公司的人，咧带这个引领这个观察去安葬的时，因伫教堂内底时常会拄着牧师，会拄着长老执事甲会友。教会牧师甲长老执事拢会因请安。这个请安词其实就是基督徒，我时常咧讲咱的暗号叫做平安。后来真特别，这个请安也成做后来中寮乡的乡民互相请安的话，因互相见面无搁讲食饱未，因互相见面是讲平安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亲像咱伫礼拜中调工安排，爱有彼此请安的时共款。这个平安，毋是讲伫嘴里尔，是藏伫咱的心、咱的性命。咱要人讲平安，毋是表示我即时有偌侪平安，毋是。有可能我嘛心内底有充满侪惊吓。总是我讲出来平安是愿上帝赏赐你平安，透过我讲的平安，也愿上帝赏赐我平安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基督徒看死亡的态度。因为主耶稣捌安尼教示咱讲，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，互恁踮伫我有平安。伫世间恁有苦难，独独恁通放心。我已经较赢世间。主耶稣毋是讲信靠伊的人袂拄着苦难，伊特别搁对咱讲，是伊提醒咱，是伫世间咱有苦难。总是虽然有苦难，是虽然咱即时拄好面临死亡的惊吓。受隔离的艰苦，总是死亡甲受隔离，毋是绝境，搁较毋是人的尽头。请来信靠伊，因为这是上大的愿望。伫伊内面必然有平安，这种平安，互人就是来到死亡的面前，犹原毋惊，因为咱相信。伊已经较赢这个世间，就亲像咱等一个所吟的圣诗，这是王金文牧师所改编台湾原住民祖族的一条歌。伊内底第3节唱到梦，真特别。台语伫台语内底，梦甲梦想甲保破梦。拢共一字，这咧讲啥？是咱就可能伫迄个破碎的梦内底，总是虽然安尼，咱阁会通做梦；虽然咱安尼，咱阁有愿望，因为这是基督徒上大的福气。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感谢你赏赐，互阮通对你得到快乐。你知阮这个有限有罪的人，阮逐工看这个新闻，拢会互这个新闻惊着。阮逐工听到这个评论，拢会互这个评论惊着。主你知阮不安惊吓的心，求上帝帮助阮。因为阮知影，你已经较赢这个世间。求你搁我的关联就伫阮生命中，互阮较赢这个。求你帮助阮，
互阮不管伫倒落，上帝你所享受的平安，就确实甲阮做伙伫地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点伫我心。这是咱三甲来吟诗，圣诗524首，圣诗524首，主基督，你的担，阮着担。请起立吟全首。主基督，你的担，阮着担，因为你疼痛，你疼痛，你疼痛，做阮当年因为呀，我每一生地里行，做阮当年因为呀，我每一生地里行。主基督，阮拥抱你受死，阮着听土地，听土地，听土地，和平公义我是过，照顾土地有大家，和平公义我是过，照顾土地有大家。主基督，你听他水别阮，互阮通做梦，通做梦，通做梦，梦见夜景为了讲，记忆无先后大张，梦见夜景为了讲，记忆无先后大张。主基督，阮爱喊你阿婆，甲阮着三听，着三听，着三听，作阮无过阮来我，三好三听好满满，作阮无过阮来我，三好三听好满满。请坐。报告大声，咱来三甲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我读一遍，兄弟伫线顶读2遍。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，互恁踮伫我有平安。伫世间恁有苦难，独独恁通放心，我已经较赢世间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请。
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，互恁踮伫我有平安，伫世间恁有苦难，独独恁通放心，我已经较赢世间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，互恁踮伫我有平安，伫世间恁有苦难，独独恁通放心，我已经较赢世间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。报告的事项，请咱先开周报伫遮我来报告。本主日是请为妇人牧师甲小义传道有比线顶礼拜直播的事项来带导。请参加线顶礼拜的兄弟姊妹大家应该通去签到吼，伫咱的迄个。群组内面拢有签到即个连结，请家长陪伴咱的小朋友看主日学的线顶的教学。小会消息因为疫情的升温，咱整个实体的聚会暂停到6月28，改伫线顶来礼拜进行。恢复的时间听候疫情指挥中心的公告，咱才来做另外的公告。防疫的规范，请咱大家来看，请落实来挂喙安、量体温、加消毒清消的基本的防疫的守则。室内请咱停止室内5人、室外10人以上的这整这的聚会。教会消息咱教会圣经的读经，一年来读完这几本的圣经，咱这礼拜的进度是6月13列王纪上第5章。具体消息本会宋水泉、宋茂奇甲宋志堂家族的兄弟咱伫6月7、8已经完成性别礼拜除5上的礼拜一切拢顺利归荣光互主。以上报告，请牧师来补充。我来补充一项代志，好好，要单伫讲道内底已经有吩咐，邀请咱爱注意咱伫这段时间内底，咱的心神意念，我们要邀请咱伫家庭内底，特别伫有限的空间，特别咱也会当好好甲家己、甲厝内面的人会当有真好的互动。上时即时伫咱的礼拜内底听事中，其实减一项就是奉献。所以即时我嘛要邀请你，现在假使你若会使，将今仔日的奉献分别出来，伫厝内底找一个信封，找一个录把即个钱录落，顶头写今仔日的日期。我要邀请你有时间的时阵，将奉献就带来到教会。透过咱的奉献，其实奉献就是一种行动，就是一种祈祷的行动。我要邀请你，邀请咱大家透过奉献来支持咱的教会，来帮助咱的教会，互咱的教会真正有上帝的疼，持续。常时持续伫上帝的心内底，常时伫这个世代内底，搁较爱望这世代传达望的信息。但愿咱所做的任何决定，拢有利益伫上帝伫这世代所要讲的话。愿咱所做真正无抵到空空，所以邀请咱透过奉献来为教会祈祷。这时，咱要来吟上行的诗391首，圣诗391首，学乐天顶主宰，吟诗煞，请牧师祝乐。
天顶主宰，从这天地高海，保护万民，人人的普天的当心阿拉上帝，阿拉三位一体，百家相信。阿门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。不管阮伫倒落，不管阮现在心神意念安怎，主求你怜悯怜教软弱的人，主求你圣神医治病痛的人，主求你恩典临在软弱的人，帮助阮对这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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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电乐乐道。请兄弟厝邻同齐敬拜的厝邻的人，讲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耶稣听你。